来看这款天气，人就袂堪一何况是一只狗咧。这新北市有民众呢，甲一只已经12岁狗啊，绑伫咧奥多摆顶头，人就做伊走，无水通啉，也无通食，害这只狗啊是哼哼叫。无偌久，狗仔就倒落来，真有可能是掉山。这新北市的动保处就表示讲，这个主人的行为已经违反着动保法，就爱罚狗15000块，也就爱去上这动保的讲习课程。路邻几排奥多摆，会当看到一只狗啊，徛伫机车的脚踏顶悬，喘无休困。现场日头真猛，嘛拢无热一个所在。无偌久，这只狗啊就昏去，若像脱水、热衰竭。过路的民众通报动保处来救援，主人甲狗啊送病院了后，还是救无倒来。动保处表示，主人讲伊是去隔壁的病院找亲人，时间无久，毋过却是造成无法度挽回的悲剧。饲主为让宠物避免伤害，造成动物死亡，依据动保法可处15000元至75000元罚款。动保处嘛要求主人都要接受3点钟动保讲习的课程。兽医表示，狗袂流汗，敢来当靠喘气，甲骹部互烧气透出去，若去抓到，可会造成热衰竭。对于这种阳光直接曝晒超过5分钟以上，其实对于狗狗来讲就是很大的生命的威胁。兽医建议讲，尽量伫咧透早或者是马仔仔带狗仔出去散步。日头若真炎要出门，嘛爱穿较济茶互啉。万不离狗若袂顶袂动，喙烂又无休困，可能都是热衰竭。爱紧甲狗仔抹大量的水，而且改做 CPR。那在扶乐的前方，我们用3只手指头或4只手指头，轻轻的压，轻轻的压，大概频率是1秒钟一次。新北动保处提醒，热衰竭高风险的族群，包括鼻仔较短的狗仔，亲像法国斗牛犬、白鸽，因的鼻孔较细。也阁有长毛的狗仔，亲像黄金腊犬，因就袂输穿大衣共款。另外，较济岁也是较大块的狗仔嘛，较会热衰竭，提醒主人千万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